癌是国内10大癌症的第1名，其中气腺癌占要到5成。即阵国家卫生研究院就发现有一款卵白会当来压制气腺癌发展，有可能会成做未来治疗新方向。 全球癌症死亡率上悬的肺癌是国内10大癌症的第1位，其中气腺癌是上定看到的阿型，占4到5成。不过临床治疗的方法有时阵无法度得到有期的效果。郭伟元研究团队透过美国气腺癌资料库大数据，发现若讲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突变造成的气腺癌，有一种卵白 DUSP22扮演关键的角色，而动物实验 嘛，得到证实是扮演一个守门员的角色，就是说，它是有一点像说是阻止这个癌化的这个讯息持续的活化。气腺癌的原因真侪种，那用相像的治疗方式，不一定会得到相像的效果。研究团队指出，在动物实验当中，剔除 DUSP22卵白，肿瘤会生了更较紧，存活的时间会变短，所以将来会当针对 EGFR 受体突变，佮有欠 DUSP22卵白的病人进行更较有效的标靶治疗。台湾这个肺腺癌的亚型，这个 EGFR 突变是非常显著，尤其在亚洲女性，尤其是非吸烟者的这患者里面，非常的显著。这个发现对于我们将来要从精准角度的医学的角度来提高我们治疗癌症的这个治愈率会有很大的帮助。DUSP22卵白欠缺无法度阻止癌细胞增生的机制，是毋是适用于其他突变的气腺癌病人？郭伟元表示需要扩大来研究，希望有更较侪肿瘤科医生来合作。公司新闻林建梅、帮俊怀台北报道。